这个骗子！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皇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朕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八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八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的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啊！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一刀，又给了朕一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统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
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这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答应。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八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八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八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几起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，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拣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石叔姑娘，哇，请。公公，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啊！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。石叔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，有数十万件。姑娘喜欢哪一件，告诉我，我来帮你选。李公公啊，
你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。我在这宫中已经30-4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。来，这皇上啊，让我来挑宝物啊，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，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。哎，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，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许告诉第4个人啊。奴才明白，姑娘你放心，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10年了，就一样好处，嘴巴紧，从来不乱讲话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。姑娘，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，都在这个册子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个铜匣，这个是铜匣的，你看看，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，一共有174件，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啊？李公公啊，这个铜匣呢？姑娘饶命啊！姑娘，什么？铜匣被鳌拜拿走了？李公公说大概3个月前吧，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，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，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。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，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。哎，朱哥哥，我可听了你的话啊，没有揭穿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个多月前，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？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？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？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？奸细？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，自己比较喜欢，就顺手拿走了呢？环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。皇宫的宝库中有数10万件的珍宝，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，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之计，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，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，找到奸细。学姐姐说的有道理，之前这康熙啊，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，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借口找解药，亲自搜查鳌府，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。环美，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也饶恕了你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。朱哥哥，哎呀，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，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？我接近康熙，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、光复大明的梦想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对不起，环美，是我想多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等我们拿到了铜匣，一起撤出紫禁城，再也不要见康熙了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在这皇宫里呢，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随便挑，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。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。你呀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。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，跟你们一起撤，行了吧？老大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，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。
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，也没有人想害我。倒是你，虽然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，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。拿着吧，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关心朕，那朕可就收下了。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。这件金蚕背心呢，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。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唯恐被人刺杀，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，吊死在了梅山。就跟这个鳌拜一样，曾经权倾天下，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？所以啊，这执掌天下之人，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，必须以仁德治天下。只有天下太平，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。龙小弟，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皇帝啊！什么叫像个皇帝？朕本来就是个皇帝。是。而且，朕会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抄鳌拜府了，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。不，这索大人吧，他去找，他即便看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去搜吧。不是，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？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，吃了我哥哥给我制的那个药，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。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。好多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行吧，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，去鳌拜府查吧。老小弟，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，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儿？老大，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，还不知足？钱是个好东西嘛，多多益善啊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财迷。所以，龙小弟，你这话是答应了？啊，谢谢龙小弟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大财以后，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去？石树姑娘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清点一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。翡翠时间，这边。的确好吃。等一下。啊。表姨夫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过目。啊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府中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还是未能找到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！皇上说了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。快去。你走。这。石树姑娘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长长眼，过目。不用看了，这个不对。不对。哪里不对啊？啊，石树姑娘。这个清单啊，肯定不对。这不对吗？好，石树姑娘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好啊。走。
参见大人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行，走。索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哎。 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连在皇宫的宝库里都没见过呀！世淑姑娘，你这眼光挺毒啊，一眼就看出这账目不对啊。实话实说吧，这2箱宝物还真就没入账。咱俩来鳌拜府，也不能白辛苦这一趟吧？咱们2:1天作5。 把这2箱宝物给他分了，这样如何？分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这皇上命咱们俩来查抄这鳌拜府，其实就是想赏咱们俩一个发财的机会，这你都不懂吗？那也是，咱就别跟皇上客气了。是啊，那咱跟皇上客气什么呀？啊？那这样，一会儿你找个人啊，帮我把这箱抬到永乐斋去。没问题啊，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那世淑姑娘，这些账目可对了？不对，还是不对啊？什么不对啊？世淑姑娘，这还有哪儿不对呀？啊？这个不对。行，你厉害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世淑姑娘，这是我藏的最后1箱的宝物了，啊，没入账的宝物了。哎，这个箱子也没有。鳌拜到底将铜匣子放到哪儿了？世淑姑娘，这最后1箱宝物，我本来是要留下来，孝敬其他王公大臣的。你想啊，咱俩捞到了这查抄鳌拜府的肥差，这朝里多少眼睛盯着咱俩也不能不懂规矩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索大人啊，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你们这朝中的复杂关系吧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人要懂得分享，不能吃独食，不然啊会招来祸灾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哎呀，世淑姑娘就是聪明伶俐，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。哎，那现在这账目可对了？这账目是对了，但是我这解药还没找到呢。对呀，这解药没找着。鳌拜这奸贼实在是狡猾得很呐！这找不着解药，咱俩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索大人，您看这样，您让手下的人呢去审一审鳌府的人，问问这鳌府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之类的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啊，哎呀，还是世淑姑娘更胜一筹啊！那咱这个先放着，查解药去。走。世淑姑娘，你瞧这个地方机关重重，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物，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。索大人，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点心，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再给你们1个时辰，如果你们再打不开，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。我剁下来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开。索大人，消消气啊！
我觉得他们打不开，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。您想啊，您站在这儿，他们紧张啊，紧张肯定打不开。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？您到外面啊歇息歇息，喝个茶，我来看着他们。还真说不定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世淑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儿。好嘞。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一切都听世淑姑娘的安排。是。世淑姑娘，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。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。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永历帝这批遗物事关重大，二公子可否允许在下检验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请。这箱子当中可有一把金钥匙？金钥匙？这我倒不曾留意。啊，不过永历帝的遗物里有一个首饰盒，不知舒总兵说的金钥匙在不在那里面？饰柄上果然有一朵白玉莲花，看来就是这把金钥匙。二公子，卑职放了皇上密旨，要贴身保管这把金钥匙。朝廷让家父运送永历帝的遗物，难不成就是为了这把金钥匙吗？不知这金钥匙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二公子，遗物您已经送到，就算完成任务了，回去也好向平西王爷交代。至于别的嘛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是在下失言了。二公子，你一路车马劳顿，请至前方驿馆歇息，请。多谢舒总兵。老大，你装这副可怜的样子给谁看啊？这样不会吃了你。谁知道你玩性大发，会不会把我给吃了？不是，你真把朕当老虎了？好，就算朕是老虎，那你也是一只刺猬，浑身长了刺儿，怎么下口啊？在我眼里，你比老虎要可怕多了。一声令下，我浑身的刺都得被你拔得精光。朕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帝来欺负你了？大多时候朕都是把自己当成你的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过皇上啊？那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上呢？谈及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那朕就是皇上；平常偶尔玩性大发逗你欺负你，不对，逗你被你欺负的时候，那朕就是龙小弟。那你现在是想跟我谈国家大事呢，还是想逗我欺负我呢？不是老大，朕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你商量。那请皇上回到御座上，我们正正经经的谈吧。行了吧？说吧。老大，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和一批大内高手去盯着鳌拜，但是朕毕竟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答应过鳌拜让他继续掌管自己的手下情报网，所以啊，索额图他们也不好干涉鳌拜手底下的人正常工作。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朕想派你还有你哥哥去盯着鳌拜，跟踪他手底下的人，摸清他的整个情报网。除了索额图，皇上还派李太医和世淑姑娘，也都去了鳌拜府，暗中盯着鳌拜。那依你看，这兄妹二人可信得过？
他兄妹二人都是皇上亲自挑选的，奴才不敢妄议。你大胆地说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哀家都恕你无罪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觉得他兄妹二人还有些本事，能为皇上办点事，对皇上呢也还算是忠心。可鳌拜却说，这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，那奴才也就分不清深浅了。现在皇上很信任他们兄妹二人，所以哀家呢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他们都是来自乡间的，确有些疑点，还是防备着点好。奴才斗胆请太皇太后示下，让奴才也去鳌拜府。一来呢，可以帮着皇上盯着鳌拜；二来，也可以查探查探他兄妹二人是何底细。哀家给你一道手谕，让你自由出入鳌拜府。你要记住，探出什么，立马就要回来禀报哀家，切记不能惊动皇上。奴才明白。皇上没有怀疑你吧？哦，暂时没有。不过宫中现在正在彻查内奸，凡是你派进去的人，还有你的心腹，推荐进宫的宫人，都给撤掉了，基本上都换成了索额图的人。老夫眼看着就要落败，皇上现在重用索额图，你可是想着要去投靠索额图了？岂敢岂敢，奴才的命还在中堂大人的手中呢。谅你也不敢。是。这是这个月的大补安，拿去吧。多谢中堂大人。如今这皇上只看重索额图和这李氏兄妹二人，根本就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这样，你回宫以后，替老夫在太皇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让太皇太后悄悄地来见老夫，告诉太皇太后，我有要事禀报。这个老奴已经试过了，可是太皇太后说……太皇太后说什么？你照实讲来。太皇太后说中堂大人的性格桀骜不驯，当年又帮他对付过多尔衮，如果现在见了，怕你倚老卖老翻旧账，让他也不好办呢。所以，他想让你再冷静冷静，等你彻底想明白了，他再过来见你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这个女人既狠毒又狡猾。当年她为了能让福临登基，她就利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多尔衮。福临亲政以后，她又利用老妇去对付多尔衮。现如今，他的孙子玄烨要亲政了，他现在又容不下老夫了。还给我！公公在吃什么？
李太医，你这三更半夜的闯入咱家房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咱们原来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以前的事情咱们心照不宣，以后在宫中互相帮衬。公公不必着急，我连夜来找你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公公商议。有什么要事啊？侄儿李建清叩见叔父。你是？叔父，我跟奕欢都是李定国的儿女，我们是您的亲侄儿侄女。原来鳌拜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两个进宫果然是图谋不轨啊！我爹让我转告给叔父，希望叔父顾念骨肉亲情，在宫里对我们兄妹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这绝无可能。你们不要再叫我叔父，我没有你们这些亲人。看来我爹说的没错，叔父心里只有荣华富贵，没有我们这些骨肉亲情。随你怎么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爹还有你妹妹，我不会出卖你们，但我也求你们不要再连累我了，好不好啊？不管将来怎么样，你们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早就当你爹40年前就死了，你们也当我40年前就死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便不讲骨肉亲情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李太医，我没有病，不劳您给我把脉。我不是在把脉，而是在测你的心。接下来我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的脉象便会出错。你果然跟你爹一模一样，对我的算计多过亲情。叔父，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们还继续从前的约定，心照不宣，互不干涉。铜匣？什么铜匣？叔父装什么糊涂？你刚才夜探敖府，并没有把铜匣带出去，所以这铜匣还被你藏在宫里。你说的是那个藏着藏宝图还有钱铭余孽名册的铜匣？那不是奕欢从鳌拜府上已经拿走了，后来又被皇上在永乐斋给找回来了吗？那个铜匣是假的，真的铜匣放在永乐斋被人调包了。你怀疑是我调的包？不是你还是谁？我知道叔父想用铜匣去换鳌拜大补丸的解药。叔父，你可以不帮我们，但是也不能去帮鳌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！叔父要的大补丸的解药，我能解，只要你交出铜匣，以后每月我会把大补丸的解药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叔父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受鳌拜的挟制了。原来你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难怪你敢背叛鳌拜。可是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贤侄，你既然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那就赶紧给我解药吧。叔父变脸还真是快。刚才还口口声声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现在居然叫我贤侄了。我这是没办法被逼的。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好，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，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。这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你想想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鳌拜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？真的不是我调的包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叔父要是不愿意交出铜匣跟我们合作，那我就不能给你解药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叔父，居然还要挟我！你讽刺我说我贪图荣华富贵，不顾骨肉亲情，而你们呢？你们就不自私，不冷血？从脉象上看，叔父的确不像是说谎，而且奕欢也跟我说过，你的确从来没有进过永乐斋，而且叔父也不会功夫。也没办法半夜从永乐斋将铜匣盗走。既然叔父不知道铜匣的下落，那侄儿就先告退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解药呢？
等一等。解药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还有什么事？看在你替我保守秘密，还给我解药的份上，有件事情，我应该提醒你跟易欢。什么事？易欢之前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最近因为皇上林允生了病，这件事情太皇太后马上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不是你告的密吗？当时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就在太皇太后面前借机讨好。我不怪你。不是我，你手里有我的把柄，我怎么还能在你的背后去使坏呢？就连皇上也认为是我，对我十分不满，我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也没有用啊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会是索额图。索额图？他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。哎，那只是表象，在这紫禁城中，表面的好，那也许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这索额图，他是顾明大臣索尼的儿子，以前有鳌拜压着他，所以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你们替他扳倒了鳌拜，他才在皇上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。可是索额图这个人，为人最是深沉，况且他是当今皇后的亲叔叔，而皇上又如此宠幸易欢，他能真心对你们好吗？多谢叔父提醒。哎，你先别急着谢我。我在这紫禁城中30年沉浮不易呀，我真的不想跟你们掺和到一块儿。你回去转告你爹，咱们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各自珍重吧。叔父放心，你的话我一定带到。以后在宫里，我跟易欢也会尽量少打扰你。就这样吧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哀家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？回太皇太后，奴才一直在暗中盯着这兄妹二人，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皇上很看重这兄妹二人，真是不寻常啊。从现在开始，继续为哀家看住他们，只要有点风吹草动、蛛丝马迹，一定要回禀给哀家。这瞧见了吧？这鳌拜的手下可以凭借鳌拜发的令牌，自由地进出鳌拜府，所有的事情都直接向鳌拜汇报。而根据他和皇上的约定，只要这鳌拜不出府邸一步，他就可以自由地处理这些事情。而我们只能在鳌拜府的门口排查进出人员的令牌，既不能加以阻拦，也不能揭下他们的面具，看清楚他们真实的长相，更不可以跟踪啊。皇上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可索大人就不能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吗？便悄悄安排人去跟踪一下，又有何妨呢？唉，说来真是惭愧啊。我也曾经悄悄派人跟踪过，可是鳌拜这些手下个个都是江湖经验丰富的老手，又懂得擅长易容易身之术。我的那些侍卫都是些八旗贵族的子弟。虽然有几个身手不凡的，可是总是江湖经验欠缺，所以每次都是跟丢了。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又突然回来干嘛呀？哎呦，我求你了，你跟你爹就放过我吧，我这辈子不容易。
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成吗？叔父，我不会强迫你投靠我们反清复明的联盟，我只是想求你协助我们尽快除掉鳌拜。鳌拜一天不死，不仅对我们联盟，对你来说，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可是鳌拜跟皇上已经商量好了，皇上只是囚禁他，他是不可能杀鳌拜的。我要是有本事把鳌拜除了，我至于受他的胁迫去危害皇上吗？康熙恨透了鳌拜，他之所以不能杀他，无非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筹码。可是如果我们除掉这个筹码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他的性命吗？那你说吧，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叔父跟了鳌拜这么多年，他在三藩王和我们联盟当中安插的密探，叔父可知晓一二。鳌拜这个人呐，心思缜密，像这么机密的事情，他是不会泄露给我的。他安排在每条线上的密探，都只跟他单线联系，而密探与密探之间也都不认识。鳌拜手上掌握了这么多密探，每条线上的密探跟他联络之时，可有什么规律？如果有紧急情况需要联络的话，他跟密探之间有一套联络方法。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，就只是每个月的固定时向他例行做一次汇报。每个月的初一、11、21，他就找我向他汇报宫中的情况。每个月的初2、12、22，他就召集安插在平西王府的密探向他做汇报。每逢初3之日，他就会召京城监视文武百官的密探前来汇报。那他何时召见负责反清联盟这条线上的密探？那就每月初5、15、25这3个逢5之日。明天就是初5。索大人，我看不如这样吧。今夜，我乔装成江湖中人，想办法潜入鳌拜的书房，偷走他跟手下密探的来往密信，再悄悄跟踪这些密探，看看能否有所发现。好啊！早知道李太医除了医术高明，身手也是不凡的，不在鳌拜之下。如果李太医肯出手相助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到时候，还需要索大人多多配合，让你那些手下不要干扰我们的行动。这没问题啊，包在我索额图身上。好。纳塞，义父，今天晚上，你跟弟兄们不要在这鳌府里面巡逻了啊！巡逻到外面去，围着鳌拜府转几圈就行了。这府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要装作没听见，明白吗？好的，义父，孩儿明白。行，巡逻去吧。哎，朱哥哥，你说今天来向鳌拜汇报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？很有可能。反清联盟下有10几个组织，明珠谷是规模最大、威信最高的一个。更何况，通辖的秘密就是从明珠谷泄露的。如果是明珠谷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谷中的兄弟，都是我们相处了10几年的亲朋好友，我不敢乱猜。朱哥哥，我好紧张啊！嘘，小声一点。此人脚步轻微，武功很高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，连身材都不敢暴露，可见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，更怕别人认出他来。我心里有种预感，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，而且跟我们非常的熟悉。先不要乱猜。此人既然是咱们自己人，应该已经知道。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，但他还敢贸然前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鳌拜。等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悄悄跟踪他，弄清楚他的身份。我再想办法去暗杀鳌拜，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情报交给康熙。出来了。
此人武功在你之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。如果被发现了，马上放弃任务逃走，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朱哥哥。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从小我胆就小，我肯定不会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的。倒是你，鳌拜的武功很高的，你可千万注意自己，别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，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行动吧，小心。人呢？哎，糟了，我又把人给跟丢了。朱哥哥又得看笑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想不到鳌拜如此谨慎，他与手下往来的信件，全部都是用密语写成，其他人就算是拿到了，也看不懂。大人，内院好像有动静。哎，没听索大人吩咐吗？今夜不管发生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吱声，知道吗？这边走。幸亏老夫早有防范，要不然真的就中了你的暗算。看我的李家独门飞镖！可以啊，居然全都接住了。你这犯暗器的功夫太差了，哪儿学的功夫？简直丢你师傅的脸！我刚刚逗你玩的，现在才是真格的。看招！李剑清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功夫还真是不错。
鳌拜，你号称大清第一高手，却不知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武功在你之上者多如牛毛。今夜，康熙派我来杀你，束手就擒吧。李建清，你就不必再费心挑拨老夫和皇上的君臣关系了。你今晚来行刺老夫，不可能是出自康熙之意。你就那么相信康熙不会出尔反尔？他有多恨你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康熙小儿恨老夫入骨，一心想让老夫死，但是以康熙的城府，他更加清楚，眼下还不是杀老夫的时机。你对朝廷的价值，无非只剩下你所掌控的情报网。康熙将你革职软禁，天下皆知。你的那些手下，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。他们暂时还肯效忠于你，一来不过是受了你大补丸的控制，你的余威还在。但实话告诉你，大补丸的解药我已经解出来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解大补丸的毒了？若非如此，我跟奕欢怎敢公然跟你翻脸？想不到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这医术之高明，也是老夫平生之仅见，可真是了不得呀！这第二是你的那些手下，跟朝廷还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渠道，但是以康熙的智慧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让你那些手下主动去投靠朝廷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建立起了联系。你以为康熙还会留着你这条老狗吗？抓不住我的，快回去吧！好人命，好人命！小女子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差，还敢逞能？好害，好害！你再饶我一次吧，我这次真的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。眼下局势混乱，处处都是陷阱杀机，你个小丫头，还是少掺和的好。快回去吧！李建清，你和李一欢兄妹二人，都是来自明珠谷的前明余孽，你们二人的存在，就是我大清的一大威胁。鳌拜，你最好想清楚3件事情。第一，眼下我们兄妹直接威胁的是康熙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二，康熙信任的是我们兄妹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三，康熙最恨、最想杀的，不是我们兄妹，还是鳌拜你。你今晚见的那个穿黑色斗篷的人，就是你安插在明珠谷的奸细吧？是又如何？虽然你的功夫不错，但若想杀了老夫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。若是老夫把这些机密上交给康熙，那你们兄妹二人的死期可就到了。你真要把这些机密告诉康熙，你说他是会相信你呢，还是以为你又在挟私报复？就算康熙相信了你，把我们兄妹都给杀了，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前明余孽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你这眼中钉吗？小狗子，那咱们不妨就来做个交易吧。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计老夫了。老夫在上报给康熙的时候，也绝不会揭穿你们兄妹二人，如何呀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欢妹，朱哥哥，欢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人被我给跟丢了。人没事就好，我这边也失手了，估计那个内奸早就算准我们会去行刺鳌拜，
提前把我们特制的迷药解药给了鳌拜，鳌拜早有防备，我没能杀得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这么关心我，就算受伤也值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跟鳌拜不相上下，他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他。朱哥哥，我跟那个人交手了，我觉得他武功的路子跟我们明珠谷很像。你怎么跟他交手了？我不是让你远远跟着，不要动手的吗？哎呀，跟踪人不是没经验吗？我去跟踪他，被他发现了。不过好奇怪啊，他明明好几次都可以杀了我的，可他最后都手下留情。虽然他用黑色斗篷把自己的身形全部罩住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身形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从他武功身法和揭发暗器的路数，我感觉他就是我们明珠谷的人。看来这个人认识你，所以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有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？他是用假声跟我说话的，但是他用假声的方法跟咱们平时学的变声技法是一路的。我敢断定，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，还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人。这个人究竟会是谁？这就是鳌拜的手下传来的密信。是，这密信上的内容啊，全部都是用暗语写成，孙儿无法认得。虽然鳌拜也上了折子，解说了密信里的内容，但是孙儿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否属实，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做了什么手脚。孙儿想，皇祖母见多识广，也许能认识，所以啊，就特地拿过来给您看看。哎呀，哀家又不是神仙，哀家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。皇祖母，虽说这鳌拜多年来肆意妄为，但是啊，一直对皇祖母敬畏3分。他呀，一直嚷嚷着要见皇祖母呢。鳌拜的性子，哀家是清楚的。他要这个时候来见哀家，那不仅是不交出情报，还一定会搬出曾经怎样救过太宗皇帝的命啊，曾经铲除多尔衮那些陈年旧事啊，倒让哀家为难。不如冷他个半年，让他自己好好的反省反省。待半年以后，鳌拜的锐气磨得差不多了，认清现实了，那个时候哀家会亲自去见他，让他自觉地交出他手上所有的情报，才可奏效。皇祖母说的有理。皇祖母，孙儿还有政务要处理，就先告退了。好，那你就去吧。这李氏兄妹可有什么异常？回太皇太后，这李氏兄妹一直尽忠职守，没有什么异常。不知为什么，哀家对他们2人真是有些不放心的。你要继续替哀家看住他们2人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奴才明白。这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，竟敢行刺中堂大人？中堂大人放心，我把这帮守卫狠狠地骂了一顿，罚他们半年俸禄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中堂大人放心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守卫您的侍卫，我会让他们增加1倍的人。有劳索大人费心了。应该的。回去禀告皇上，罪臣这点伤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那就太好了。中堂大人，这皇上一直都记挂着您。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，我想皇上也可以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这太医院里面医术最高的就是李太医了，要不要请他来，也给您老人家瞧瞧身子？
这要多谢索大人的好意了。老夫这点小伤，哪儿好去惊动李太医呢？那好，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，那我就回禀皇上，索图告退了。索大人，请留步。你们带着蔡太医前去开方，其他人都先退下吧。是。告退。啊。既然这个奸细是明珠谷的人，那他昨晚一定向鳌拜泄露了很多机密，包括咱们的身份。幸亏我跟鳌拜暂时达成了协议。他今天上交给康熙的情报当中，除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等三藩王的信息，还有朝中一些大臣们的信息，没有我们反清联盟的。哎，那吴三桂那边有什么动静啊？不知道，鳌拜这个老狐狸，他和手下密探们的往来信件，全部都用暗语